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五股观音坑溪桥，又搁发生着同案的意外。这是伫3天内底发生着2起，有4个人受伤。五股这板桥顶礼拜五断桥，有3个当咧施工的工人来受伤。过2天到拜一，施工单位要甲这个断掉的桥体甲拆除，这个钢索突然间断去，伫个下面咧指挥的工人，互伊撞到，这个撞到头壳，当场来昏迷。新北市劳检处要求马上来停工，初步调查，施工单位已经涉嫌违反着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定，那查证属实，上悬是罚款30万。规条瓦索汹汹落去，工人袂负险，就安尼风摔着，若摔个真大力，安全帽啊嘛飞出去，工人伫咧涂骹边半练，外人看到嘛赶紧过来看伊详细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日下晡1点外左右，新北市五股观音坑溪桥，当时2个查甫人分别驶车，踮要甲断去桥拆掉，想要到瓦索位真悬的所在跌落来，互伫咧下骹指挥线里面工人头壳着伤个昏昏去，交在上边头壳也真清楚，即摆还搁伫咧加护病房观察。有关星期一吊车工人发生公安意外，新北市劳检处已经现场立即勒令停工。后续将对营造厂依违反职安规定来开罚。本处以协助家属办理职灾为主，并将受伤者的个资提供劳保局提供必要的协助。新北市劳检处初步调查，施工单位无甲现场清空，嘛无将瓦索固定好势，已经涉嫌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，上济会扣罚30万的罚金。不过进前桥绑落去，才互3个工人吊伤送病院。即马搁发生公安意外，相关单位都要较认真做代志，才袂搁发生同款的事件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